J 室，咁就開放式。佢做咗2張床，哇，好犀利！即係預咗租俾學生。其實租俾學生咁嘅配置 OK 嘅，咁2個人有一個露台位，景觀上唔差嘅。然後呢度就一個一字形嘅廚房，個浴室就長條型啲。做咗兩張床啦，上下架啦，咁一各自有自己嘅工作台，咁租俾學生又得，租俾啱啱出嚟社會做事嘅人都 OK。咁你話每邊收佢7000蚊，又有張床瞓，有個會所，然後有自己獨立空間 OK 嘅。總價嚟講應該係400幾，跟住有 K 室。咁你會見到，咁如果冇咗張床咧，咁就成個開放式嘅空間就咁啦。咁呢度就係個廚房啦，然後呢度就係個浴室，都係一個比較長條形式嘅，感覺上都差唔多。然後就一個露台仔，係啦，望出去都係一個黃大仙地鐵站嘅方向。採光就真係幾好嘅，似呢啲開放式嘅單間，租務市場嚟講就好受歡迎，買賣市場嚟講就比較難賣。